来关心国际新闻，美国总统 Trump 接讲泰国和柬埔寨同意停火，想袂到过无几点钟又搁拍起来啊！今仔早起，泰国军方甲柬埔寨桥蹦登起，看起来 Trump 出面敲代志是又搁失败啊！柬埔寨国防部13公布影像，伫个柬埔寨菩萨性的桥，和泰国军方炸毁，因批评泰国的攻击袂输敢若恐怖主义。泰国军方13日证实，透早6点出动2台 F-16战机，锁定这座桥做攻击的目标。原因是泰国的情报显示，柬埔寨最近一直伫咧边境集结兵力加重型武器，而且利用这座桥做后勤补给，所以炸这座桥这段运输路线。13个军事行动进行无偌久，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，经过伊协调，泰柬双方已经同意停火。I think we just did a very good job with Thailand and Cambodia. We had them stopped, and I've been saying I stopped 8 wars. 柬埔寨总理洪马内13伫 FB 发声明，证实已经分别甲川普抑个马来西亚总理安华通过电话。柬埔寨议员依照去年10月伫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所签的协议，继续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议。不过洪马内也讲，建议美国加大马运用因的情绪能力，确定伫上新一波战术内面究竟是谁人先动手。因那泰国总理阿努廷13日伫 FB 发文讲，伫泰国确定无国家侪危害进程，会继续进行军事行动。自这礼拜到呾，泰国甲柬埔寨已经伫咧相互有争议817公里长的边境几多遍发生军事冲突，是今年7月5港的冲突了上激烈的一遍，至少20个人死亡，260外人受伤，几60万人无家可归，双方面众拢真痛苦。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。